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2月1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6篇，以赛亚书35章第3节到第7节，路加福音第7章18节到3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坚强的使者。上帝差遣使者宣告救恩的来临，是赐给了在黑暗困境中人们一个清楚的盼望。但是很多时候，在黑暗困境当中的人们都看不到前路，而感到软弱、失望、无助，甚至怀疑。因此上帝就差遣了先知们，一再的宣告并坚固这些失望的人们。以赛亚书35章第3节到第7节，你们要使疲乏的手健壮，使颤抖的腿站直，要告诉失望的人，坚强吧，不要害怕。上帝要来拯救你们，他要向你们仇敌报复。那时失明的人能看见，耳聋的能听见，跛脚的能向路跳跃，哑巴能歌唱。旷野将涌出大水，荒漠将流出甘泉，灼热的沙漠将变成池塘，旱地将有水源，野谷盘踞的地方要长出青草和芦苇。上帝的拯救将要临到，要使人们重新得力，耳聋的人不再有听障，瞎眼的人不再眼盲，残缺的人不再不便。在困境中的人确实会受到限制，特别是信心不足。事实上并不是限于那些困境中的人们，有时甚至连上帝的仆人也会如此。以利亚曾经求死，大卫曾经无助，约拿曾经违抗，亚伯拉罕曾经怀疑。圣经中有许多信心的伟人都曾经软弱过。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7章18节到30节提到的施洗约翰也怀疑起了谁是真正的降临者，因此他就派2位门徒去耶稣基督那里去询问了。约翰的门徒把这一切事都告诉约翰，约翰叫了2个门徒来，差他们去见主，要他们问他，你就是约翰所说的那位将要来临的吗？还是我们还得要等另外一位呢？他们到了耶稣那里，就说，施洗者约翰差我们来问你，你就是他所说将要来临的那一位，或者我们需要再等待另外一位呢？刚好在那时候，耶稣治好了许多患病、患疫症和邪灵附身的人，并且使许多失明的重见光明。于是他回答约翰的门徒说，你们回去把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报告约翰，就是失明的看见，跛脚的行走，麻风的洁净，耳聋的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听到福音。那对我不疑惑的人们多有福啊！约翰的使者走了以后，耶稣就将众人谈起约翰，说，你们从前在旷野去找约翰的时候，想看的是什么？
是被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究竟要看什么呢？是看衣着华丽的人们吗？衣着考究、起居奢侈的人是住在皇宫里。那么，你们出去要看什么呢？是看先知吗？是的，可是我告诉你们，他比先知还大，他就是圣经所提到的那一位。上帝说：看来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做你的前驱，他要为你开路。耶稣又说：我告诉你们，在人间没有比约翰更伟大的人，但是在上帝的国里，最微小的一个都要比约翰伟大呢。一般群众，包括收税的，听见耶稣的话，都顺从了上帝公义的要求，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约翰的洗礼。但是法利赛人和法律教师们拒绝了上帝为他们安排的计划，因为他们没有接受约翰的洗礼。耶稣基督指出，施洗约翰是最伟大的先遣者，因为他不是那个追求奢华的人，而是追求上帝的旨意，成为上帝救赎的先驱者。即便是约翰不太确定耶稣基督是不是就是那个降临者，但是他仍然坚定地宣告上帝所赐悔改的福音，令人受洗归主。诗篇126篇，上主带我们返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像做了一场梦。我们欢笑，我们快乐歌唱。别的国家就议论说，上主为他们成就的大事。是的，上主为我们成就的大事，我们多么快乐啊！上主啊，求你把我们带回故土，像雨把水带回干枯的河道。愿含泪撒种的人都欢呼收割，带着种子流泪出去的人要抱着禾捆欢乐地回来。感谢主赐给我们救恩，帮助我们在软弱中坚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愿意向上帝祈求，使我们明白主救恩的计划，成为坚定相信、坚强福音的使者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